走了？不，去吧，乖。本公司长期招聘男公关，日薪1000元以上。哇哦！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你为何笑得如此奸诈？你知道你长得很美吗？啊，走，跟姐回家，姐给你好好捯饬捯饬。这是什么打扮？这叫时尚。一会儿你做50个俯卧撑，充分体现你肌肉的线条，保证 OK，perfect， 完美。有何事非要夜里去？哎，这个你就别问了，记住你的代号，叫李皇帝。李皇帝？这算什么名字？朕叫李欢。姐姐一会儿就带你去寻欢作乐去，起驾。好好玩啊！刘姐，你们先坐会儿，出去一下。怎么样，美女够多的吧？比你后宫那3000佳丽强多了吧？这工作呀，就太适合你的爱好了。你就把这当成你的后宫，你就会觉得工作又轻松又愉快。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过来。乖，就去一会儿啊。慢慢喝。刘姐，哎呦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贵客呀。哎呀，刘姐，你这是越来越年轻了。瞧你会说话的，这嘴真甜啊。对了，刘姐，说正经的，我今天啊给你带来一个大帅哥，是吗？哪儿？包你满意。早说的呀，就是他。他妈妈生病了，家里急需用钱，你就多照顾照顾。要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你多多包涵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，看那外形跟气质还挺不错的，你放心吧啊。跟我刘姐保证没问题，一定不会亏待她的，放心吧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李花，李花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小乖乖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！过来呀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刘姐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在这儿工作了。有什么不懂的呀，多跟人家学学啊！我先走了，记住。哎，你走了？不，去吧，乖。不，哎呀，走吧，过来，来，害什么羞啊？过来。耶！甩货成功！哎，你说这千年不遇的学霸，人长得这么帅，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就是啊，心理学什么的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就是想见他，这么帅呀！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您的酒。来干，请慢一会儿。来，干了啊！运什么气呀？
们的帅哥美女光临我们的江南秀音乐会所。衷心的希望我们全场的朋友喝得开心，喝得愉快，祝愿你们拥有一个开心而浪漫的夜晚。感谢朋友。我们来此作甚？饮酒吗？第一次吧，来这儿都是赚钱求包养的。此乃何字？这个是数字，你那个是17号，我这个是16号。来，感谢来自我们5号桌的张姐，哎呦，好漂亮的美女啊！为我们的11号的少爷5000元的花篮支持，感谢我们的张姐。还有，谢谢。来，还有没有？来 ，OK， 还有老顾客了啊！感谢我们的红姐，为我们的12号的少爷6000元的花篮支持，谢谢红姐，感谢。哎呦，张姐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还有没有？来，继续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好，3号，感谢。来，我们的5号少爷5号到你了，走啊！好嘞。来，7号，感谢教女。叫你。来，接下来是来6号。今天呢，非常荣幸向大家介绍本次的演讲嘉宾叶佳博士，掌声送给他。叶佳，著名的心理学博士，毕业于维也纳大学；医学博士，毕业于德国爱德堡大学；哲学博士，西方宗教研究博士，毕业于瑞士苏黎世大学；东方国教博士，毕业于西北大学国教研究所。除了我们知道的享誉国内外的大作之外呢，叶佳先生还在东海大学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精神病研究所。今天叶佳先生演讲的主题：精神病和白日梦的区别。有请叶佳先生。同学们好，我叫叶佳，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来和我一起探讨精神病与白日梦的区别。谢谢。精神病的英文是 psychosis， 患者的认知、情感、
意识、动作、行为等心理活动，均可出现持续的、明显的异常。一会儿等陈姐来了，你们都给我好好招待招待啊，多哄她开开心，可少不了你们好处。放心吧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呀，刘姐，是吧？哎呀，陈姐，您瞧瞧，可都想着你了，都盼着您来呢。来，坐。来，坐。谢谢。哎呦，小朋友啊，小姐姐呀，陈姐，小调皮，老规矩，见面礼1人1万。谢谢陈姐，陈姐最好了，还是那么乖。陈姐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做大生意，好养你们啊！哎，陈姐就是大方。拿着，陈姐啊。哦，谢谢啊。拿着，哎，客气谢谢陈姐。好，玩去吧。好，陈姐再见。好，玩去吧。去吧。这帮小弟弟啊，就盼着您来。最近挺好的。有新来的吗？哎呦，陈姐您来的真是时候，今儿正好有个新来的。哎，兄弟，在哪儿呢？在那儿呢。今儿刚来的。陈姐给的见面礼，我不要。 17号，怎么样？满意吧？他就是新来的吗？是啊，今天刚来的，17号。那可是上等货，一看就是新来的。